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台湾这老人的人口是愈来愈多。立法院三读通过《高龄者就业的促进法》，针对45岁以上的员工，或者是超过45岁来应征找头路的民众，头家人拢爱平等来对待。若是讲轻视、讲看无目的，上最会当罚款150万。 东西也在陆续在做一个准备，然后在预算的费用在准备。对活动留电到工作分配细节，今年61岁朱先生对少年做甲退休，又搁再回聘到原公司任职，用经验的优势取代年龄的限制。很多的经验累积下，毕竟每一家的总务的工作。 并不相同，跟一些我们公司的员工的默契其实是很浑然天成的，不用再经过特别的教育训练。我想这也是缩短，让这些员工能够更帮助新进员工能够融入我们这个企业文化。 虽然年龄的增加，经验也相对丰富，这是公司重要资产。根据劳动部统计，台湾45到49岁劳动参与率是82.7%，甲其他国家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差不多。但是过了55岁了后，台湾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到55.7%，甲其他国家是差大约20%。另外有将近8成中高龄的就业者，曾经在职场上遭受年龄上的轻视。 体力下降了，视力下降了，或是体耐力有下降，那这部分可能就是他们因为年纪的关系，需要再多一点的一个协助这样子。今日才是你完成的履历，利用中高龄者在职场上所累积的智慧，传承给后辈，才是企业更加成长的机会。